跟全世界嘅年輕人好似都喺度忙緊成為中國人。就喺今年開年 ，TikTok 上有一條20秒嘅短片突然紅遍全球。一個華裔女仔半開玩笑半認真咁講：飲熱水、着棉拖、少食生冷，早餐飲粥，冬天着秋褲，恭喜你，你已經係中國人啦。本來大家都以為呢句只不過係一個玩笑，點知邊個都估唔到呢條片竟然掀起咗一股全球模仿熱潮。嗰啲以前冬天赤腳踩地板凍水唔離手嘅人，而家開始着返毛絨拖鞋；嗰啲本身將薄餅同漢堡包當主食嘅人，亦都開始拎起養生壺喺廚房煲雜糧粥。甚至仲有唔少網友留言話，戒咗凍水之後，自己長年唔舒服嘅腸胃，居然真係慢慢好返。點解會咁？因為身體舒服唔舒服，其實最誠實。好多時真正有效嘅保養未必有幾高級，反而往往就藏喺呢啲最樸素嘅生活細節入面。但問題亦都偏偏出喺呢度。我哋成日都捨得花大價錢保養皮膚、保養身材、保養腸胃，但往往忽略咗身體入邊最貴，亦都最重要嘅嗰個器官——大腦。你有冇試過有呢種感覺？明明年紀唔算大，先至30-40歲，個腦卻總係好似蒙住一層霧咁，專注力好難集中，轉個身就已經唔記得自己啱啱想拎乜，有陣時甚至連今日星期幾都要諗一諗先諗得起。好多人會話呢啲都係因為壓力大，因為年紀到咗。但如果我話俾你聽，呢啲俾我哋當成正常現象嘅腦霧、健忘、遲鈍，可能根本唔係衰老嘅必然結果，而係你嘅大腦正喺度向你發出求救信號。今日呢條片，我哋就會深入拆解一本真係好值得每一個人都認真睇一次嘅腦科學書《抗衰大腦》。呢本書嘅作者 Mark Milstein 係國際知名嘅腦健康科學專家，亦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嘅生物化學博士。佢喺書入邊提出咗一個觀點：嚴重嘅智力衰退絕對唔係衰老嘅必然結果。你嘅大腦唔一定要跟住你嘅年齡一齊老去。嗰啲80幾歲嘅超級老人，佢哋嘅認知能力依然可以同25歲嘅年輕人一樣咁敏銳。今日就等我哋一齊搞清楚腸道、睡眠、壓力、飲食到底係點樣一步一步影響我哋嘅大腦，亦都一齊睇下點解有啲人去到80幾歲依然頭腦清楚、反應敏銳，而呢個秘密未必係天生。反而好可能就藏喺你每日最普通嘅生活習慣入邊。我哋先由一個聽落有少少科幻嘅事實講起，從細胞數量去睇，其實你並唔完全係你自己。Mark Milstein 博士喺書入面提到一個數據，我哋嘅身體由數十萬億個人類細胞組成，同時喺我哋體內同體表亦都寄居住數量同樣龐大嘅細菌，全部細菌加埋嘅總重量可以去到1至2.5公斤。而呢1至2.5公斤嘅細菌租客，大部分都係住喺你嘅腸道入面。你嘅腸道入面藏住大約1億個神經元，佢哋會透過一條叫做迷走神經嘅資訊高速公路，同你嘅大腦即時通話。呢個就係好出名嘅腦腸軸。所以腸道被稱為人嘅第二大腦，唔係一種比喻，係事實。更加顛覆認知嘅係，嗰啲調節我哋快樂、焦慮、情緒嘅關鍵物質，例如令你感到愉悅嘅血清素，絕大部分其實都係由腸道細菌合成。而令你放鬆落嚟嘅伽馬、氨基丁酸，亦都有一部分係嚟自腸道菌群嘅代謝產物。換句話講，你嘅情緒狀態好大程度上其實係由你腸道入邊嗰1至2.5公斤細菌決定。但問題係呢啲細菌有好亦都有壞。如果你嘅飲食習慣唔好，日日都餵嗰啲有害菌，佢哋就會過度生長，開始搞破壞。佢哋會分泌化學物質，將原本嚴絲合縫嘅腸道內壁整穿窿。呢個現象就叫做腸漏。嗰啲本來唔應該進入血液嘅毒素同食物殘渣，就會咁樣漏咗入去。你嘅免疫系統一見到敵人入侵，立即就會啟動全身炎症反應。而呢種炎症一旦蔓延到大腦，就會干擾嗰度嘅免疫細胞，結果就係你會覺得思維混亂、專注力難以集中，亦都即係我哋成日講嘅腦霧。所以保護大腦嘅第一個抗衰老策略，唔係食乜補腦藥，而係由餵好你嘅有益菌開始。點樣餵？就係多食佢哋鍾意食嘅食物，亦即係益生元。嗰啲高纖維嘅食物，例如番茄、香蕉、燕麥、豆類、合桃，去到腸道之後，有益菌大快朵頤，之後會釋放出一種叫丁酸鹽嘅物質。丁酸鹽唔單止可以修復腸道黏膜，仲可以直接保護你嘅腦細胞。同時，亦都要提高警覺，留意嗰啲有害菌最鍾意嘅美食，亦即係各種加工食品入面嘅防腐劑同添加劑。芝加哥科技博物館入面有一塊2009年生產嘅夾心蛋糕，到而家睇落依然仲係好似好新鮮咁，一啲都冇變壞。如果長期大量攝取呢類可以防止食物變壞嘅添加劑，會對你嘅腸道菌群造成非常明顯嘅破壞。講完腸道之後，我哋再向上望，返到大腦本身，你有冇覺得喺而家呢個年代，專注其實已經變成一種最稀缺嘅能力？我哋一邊做嘢，一邊又不停睇手機，每隔幾分鐘就要望一次有冇新訊息。Mark Milstein 博士喺書入邊引用咗一個2017年嘅研究，內容非常有意思。研究人員發現，就算你只係將手機調到靜音，擺喺張台上面，只要部手機仲喺你視線範圍之內，
你喺考試入邊嘅分數就會比起將手機擺喺另一個房間嘅人低足足20%。點解？因為你嘅大腦天生就渴求新資訊帶嚟嘅刺激，手機每一聲提示音，就算只係佢靜靜地攤喺度，乜都冇響過，佢都一樣喺度消耗緊你寶貴嘅認知資源。大腦入面負責專注力、決策同情緒控制嘅嗰個區域，叫做前額葉皮質。呢個區域好似乜嘢？佢特別似一嚿啱啱由充電器拔出嚟嘅手機電池，電量係有限嘅，用一啲就少一啲。Steve Jobs 點解每日都着同一款黑色高領衫同藍色牛仔褲？書入邊俾咗一個答案，因為佢唔想將任何一點努力浪費喺揀今日着乜衫呢啲小事上面，佢想將所有電量都留返俾最重要嘅事。咁究竟要點樣鍛煉呢嚿電池？書入面提供咗一個非常實用嘅方法，好多人可能都聽過，就係番茄工作法，但你未必有將佢同鍛煉大腦聯繫埋一齊。方法其實好簡單，首先消除一切干擾，將手機調去靜音，最好直頭拎出視線範圍之外，然後設定一個25分鐘嘅計時器。喺呢25分鐘入面，你只可以專注做眼前呢一件事。時間一到就一定要停低，俾大腦徹底休息5分鐘。你可以企起身行下，望下窗外，乜都唔好諗。呢個方法最精髓嘅地方就係透過呢種短時間嘅高強度專注，好似操練肌肉咁去鍛煉你嘅前額葉皮質。只有當你容許大腦適度分散注意力，你先可以重新攞返更高質素嘅注意力。除咗注意力，大家最焦慮嘅通常就係記憶力。你係咪成日都試過行入睡房之後，突然唔記得自己本來想拎乜？唔使驚，書入邊解釋咗呢個現象背後嘅記憶暫存規律。新資訊進入大腦之後，會先被放喺一個叫做海馬體嘅臨時等候區入邊。但呢個等候區嘅容量有限，而且流傳時間好短，通常只可以短暫停留幾秒到1分鐘。如果喺呢段時間入邊你分咗心去諗第二樣嘢，海馬體就會將呢條資訊當成垃圾直接刪除。所以提升記憶力嘅策略其實非常簡單，就係放慢落嚟。下一次當有人話俾你聽佢叫咩名，或者你提醒自己記得要帶某樣嘢，你要強迫自己停低手上所有動作，排除一切干擾，至少花7秒鐘喺個腦入面反覆默念，或者將嗰個資訊形象化。例如，你可以將對方個名想象成一幅畫面，好似寫咗喺佢額頭上一樣。呢個動作其實就係喺度向你嘅大腦發出信號，呢條資訊好重要，值得存檔。接住落嚟，我哋就會進入大腦保養嘅核心環節，亦都係作者認為最好嘅盟友——睡眠。好多人都覺得瞓覺就係休息，瞓喺度乜都唔使做。但你知唔知道，當你瞓着咗嘅時候，你嘅大腦其實正喺度做緊一項大工程。隨住年齡增長，腦細胞運作時會產生大量化學殘留物，其中最危險嘅兩種，一種係澱粉樣斑塊，另一種就係拖蛋白殘基。而呢兩樣嘢都被科學界普遍認為係導致阿茲海默症嘅重要元兇。咁呢啲垃圾究竟點樣排出去？科學家發現喺深層睡眠階段，大腦會做一件好神奇嘅事，腦細胞之間嘅空隙會大幅擴大。去到呢個時候，腦脊液就會好似潮水一樣湧入，利用呢套膠質淋巴系統，將日頭積聚咗成日嘅垃圾、廢物、毒素，全部一口氣沖刷乾淨。呢個過程就好似你瞓覺之前啟動咗一部洗碗機，將成日積落嚟嘅油膩通通洗走晒。咁要點樣先可以擁有高質素嘅深層睡眠？書入面講咗一個網球名將 Pete Sampras 嘅故事。佢無論去邊度比賽，個行李箱入面都一定會帶住一卷黑色膠紙。一入到酒店房，房入邊所有會發光嘅電子設備、指示燈，包括電視、冷氣機，甚至煙霧探測器上面嗰粒細紅燈，佢都會用膠紙全部貼住。因為佢發現，只有喺伸手不見五指、完全漆黑嘅環境入邊瞓覺，第二日嘅表現先會更好，專注力亦都會更高。所以如果你想瞓得好，第一步就係先要有一個夠黑嘅環境。除此之外，仲有兩個非常實用嘅方法。第一個就係你朝早起身之後做嘅第一件事。如果你想夜晚瞓得好，就一定要喺起身後30分鐘之內行出戶外，喺自然光底下曬10至15分鐘。呢個動作唔係單純為咗叫醒你，而係喺為你夜晚入睡開啟一個倒數計時，同時校準你嘅生理時鐘。第二個方法就係喺瞓覺前90分鐘至2個鐘沖個熱水涼。熱水涼會令你嘅體溫先升高，之後當你沖完出返嚟，核心體溫就會自然下降，而呢種體溫下降，正正就係最強烈觸發睡意嘅信號。如果你瞓喺張床度，個腦仲不停轉，總有好多嘢喺度諗，停唔落嚟，咁你就起身，將嗰啲煩惱同埋待辦事項逐樣寫喺紙上面。當大腦確定咗呢啲資訊已經被安全記錄低，佢先至會肯放你去瞓。去到最後，我哋要講下壓力同飲食，因為呢兩樣嘢真係貫穿住我哋每日生活。一提到壓力，我哋成日都會覺得佢係洪水猛獸。但 Mark Milstein 博士喺書入面提出咗一個幾有意思嘅觀點。佢認為適度而且可控嘅能量限制，例如輕斷食，先至會觸發細胞入面嘅自噬程序。呢個過程就等於啟動咗一次身體內部大掃除，專門清走衰老嘅細胞同埋毒素。而短暫而良性嘅壓力，反而可以幫助大腦提升抗壓韌性。
真正有害嘅係嗰種你擺脫唔到，而且長期持續存在嘅慢性壓力。長期嘅負面情緒同壓力會令身體分泌過多皮質醇，而呢種激素會引發全身慢性炎症。呢種炎症就好似火一樣，會持續加速我哋染色體末端嗰個叫端粒嘅保護膜磨損。端粒越短 ，DNA 得到嘅保護就越薄弱，整體衰老進程亦都會被大大加快。書入面仲提供咗一個每日只需要花15分鐘嘅韌性訓練。首先用5分鐘去諗下你愛嘅人，令自己浸沉喺嗰種溫暖嘅感覺入邊，之後再用5分鐘將呢種愛嘅感覺轉向你自己，最後再用5分鐘試下將呢一種感覺轉向嗰啲令你心煩或者同你有矛盾嘅人。呢個練習真係可以實實在在加強大腦唔同區域之間嘅連通性，令你喺面對壓力嘅時候更有韌性。而講到飲食，作者就俾出咗一個非常簡單嘅黃金健腦餐單，同埋一條一定要提高警覺嘅紅線。呢條紅線就係添加糖。糖雖然係大腦嘅燃料，但過量嘅添加糖其實就係毒藥，尤其要小心嗰啲改頭換面出現嘅高果糖粟米糖漿。佢哋唔單止會令你變肥，仲會直接破壞你腸道入面嘅微生物群落，加重炎症。咁我哋買餸買食物嗰陣，究竟應該將啲咩放入購物車？第一類就係高脂肪魚類，例如三文魚、沙甸魚，因為佢哋可以提供構建腦細胞髓鞘所需要嘅 Omega-3脂肪酸。第二類就係牛油果同各種堅果，呢一類食物可以提供優質而且健康嘅脂肪。第三類其實係一個原則，叫做食晒彩虹，意思即係盡量食多啲顏色鮮豔嘅水果同蔬菜，將唔同顏色嘅蔬果配搭埋一齊，可以產生協同抗炎作用。第四類就係十字花科蔬菜，例如西蘭花、抱子甘藍，佢哋含有豐富嘅蘿蔔硫素，對保護大腦好有幫助。作者仲分享咗一個小貼士，就係喺煮西蘭花之前，先將佢切碎，然後喺室溫底下放30分鐘，又或者喺焗嘅時候撒少少芥末粉上去，咁樣可以最大程度釋放同保留入面嘅有效成分。講到呢度，你有冇發現，無論係食啱嘢、瞓好覺、管理壓力，定係鍛煉專注力，所有呢啲睇落好似好微小嘅習慣，其實都指向同一個方向。嗰個方向就係將健康嘅主導權由命運手上攞返嚟，交返俾我哋自己。就好似我哋開頭講個股成為中國人嘅熱潮咁，點解咁多人願意放低凍水，轉而拎起保溫杯？因為佢哋喺親身嘗試之中，真真正正感受到嗰種溫潤、妥貼、由內到外嘅舒服感。呢一點同我哋今日講嘅抗衰老大腦底層邏輯其實係一模一樣。佢唔係要你去做啲驚天動地嘅大事，唔需要你食昂貴補品，亦都唔需要你完成咩非常嚴苛嘅訓練。佢只不過係叫你喺每日朝早起身之後，多花10分鐘去望下陽光。喺每一次拎起手機之前，試下先專注25分鐘。喺每一餐碟頭上面多加一份色彩鮮豔嘅蔬菜。Mark Milstein 博士喺書入邊反覆強調，大腦唔一定要隨住年齡增長而同步衰老。嗰啲80幾歲嘅超級老人，佢哋個腦之所以仲咁後生，唔係因為佢哋運氣好，而係因為佢哋一生都不斷學習新事物，不斷建立新嘅腦細胞連結，不斷向自己嘅認知銀行入邊存錢。當衰老想過嚟提款嗰陣，佢哋戶口入邊嘅餘額依然好充足。所以最性感嘅逆齡從來都唔係喺塊面上，唔係喺身材上，而係喺你個頭殼入邊。投資大腦健康係我哋可以送俾自己最好嘅一份禮物。佢令我哋喺面對歲月流逝嘅時候，依然擁有清晰嘅判斷力，依然可以高效率咁工作，依然可以敏銳咁感受呢個世界嘅美好。由今日開始，由你睇完呢條片之後開始去做嗰一件小事，可能係落樓曬10分鐘太陽，可能係將手機拎出睡房，又可能係喺瞓覺之前寫低聽日嘅待辦事項。就等呢啲細微嘅習慣，一點一滴幫你建立起一道穩固嘅健康防線。希望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擁有一個敏銳、抗衰老、充滿活力嘅不老大腦，喺欣賞生命自然演化過程嘅同時，亦都可以將生活過到最盡，過得更好。